三餐有難題，我嚟幫你解。大家好，我係美玉。最近天氣熱到人都啲，行到邊都係一身汗，胃口都冇晒。呢個時候最啱就係食翻碟靚靚嘅炒通菜，清清地爽爽脆脆，諗起都覺得涼爽。但係講到炒通菜，我真係聽過無數街坊同我訴苦，話呢味餸真係家庭主婦嘅噩夢。你諗下，喺街市買到把靚通菜，返到屋企滿心歡喜，想炒碟餸。有啲人鍾意食蝦醬，有啲人鍾意食腐乳，但無論你用咩醬，個結果都係一樣。啲菜一落鑊，未炒夠兩下就已經黑口黑面，仲要出晒水，成碟菜好似浸喺鹹水海度咁，又黑又爛，見到都冇胃口。有時為咗慳啲功夫，貪快將成把菜掟晒落鑊，結果菜梗仲係硬邦邦，食到嚓嚓聲，但啲菜脯已經爛到一啪啪，空都扛唔起。最慘嘅係，明明落咗靚蝦醬，點知一炒就冧，黏晒喺個鑊底度，搞到成碟菜有陣甩味同埋腥味，食完個口仲要一陣死鹹，真係諗起都覺得嘥料。好多街坊都會同我講：美玉啊，人哋大排檔嗰啲火夠猛嘛，屋企個爐頭邊度做到啊？我話你知，你咁諗就錯啦。今日美玉就話俾你知，就算你用屋企嗰個普通嘅煤氣爐，一樣可以炒到好似大排檔咁靚。咁有鑊氣嘅蝦醬通菜，關鍵在於一個你絕對諗唔到嘅秘訣：緊牙分離同埋蝦醬走糖推香術。只要跟住我呢套方法，你炒出嚟嘅通菜翠綠爽脆，一啲都唔會出黑水，仲要香到隔連屋都聞到。今日呢條片，美玉會由頭教到尾，由點樣揀菜、點樣處理，到點樣調個醬汁、點樣落鑊，全部 step by step 話俾你知。記得睇到最尾，幫我點個讚，仲要留言話我知你屋企平時點樣食通菜㗎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入廚房。講起炒通菜，好多人都有一個共同嘅回憶，就係去大排檔食飯，例牌一定會叫一碟蝦醬炒通菜。嗰碟菜一上台，真係鑊氣沖天，隔籬台都聞到陣香味。你睇下嗰碟菜，每一條都翠綠油亮，企企理理，咬落去咔嚓咔嚓聲，爽脆多汁。每一條菜梗都溫暖地黐住鹹鮮濃郁嘅蝦醬，用嚟送飯真係一流，諗起都流口水。但係當你滿懷希望喺街市買齊材料，返到屋企跟住食譜依樣畫葫蘆嗰陣，點解個結果永遠都係一場災難？你係咪試過以下嘅情況？首先，你明明見到啲菜喺鑊入面嗰陣仲係綠油油，點知一出鑊，甚至未出鑊，佢就已經開始變色，由翠綠變成蜜綠，再由蜜綠變成黑褐色。你諗住擺上台先食，點知食到一半，碟底嗰啲菜已經黑到好似就嚟爛咁，完全唔開胃。第二就係個汁，你以為自己落咗好多油，點知啲菜一熟，即刻飆出一大灘水，嗰啲水又黑又鹹，將你啱啱調好味嘅蝦醬沖到淡晒。你夾起一化死菜，發現佢哋全部浸喺一灘灰黑色嘅鹹水入面，食落口又濕又腍，完全冇晒鑊氣。第三就係口感嘅災難，菜梗同菜脯嘅熟度永遠唔同步，你為咗想條菜梗熟，特登炒耐啲，結果啲菜脯已經爛到溶溶爛爛，一啃就散。但如果你掛住就住啲菜脯炒兩下就上碟，條菜梗又會硬到好似樹枝咁，咬到牙鉗都軟。仲有啊，就係個沙醬，好多人都會問，點解人哋大排檔啲蝦醬炒完係香嘅，我自己炒出嚟嘅蝦醬會有一陣死鹹腥臭，有時仲會苦。呢個就係因為你唔識處理蝦醬，一流流就咁掟落滾油度，佢梗係諗啦。今日我哋就要一關一關咁拆解呢個大排檔翠綠魔咒。我哋要打贏呢場仗，首先要知道敵人嘅弱點喺邊度。點解通菜咁容易變黑？點解蝦醬咁容易腍？等我話你知個中奧秘。通菜變黑嘅真正緣何？首先，通菜嘅細胞入面含有大量嘅葉綠素同埋一種叫多酚氧化酶嘅物質。平時佢哋相安無事，但只要你一加熱，細胞壁破裂，呢兩種物質就會走埋一齊。如果呢個時候你冇用油膜去保護佢哋，又或者你用個鑊蓋焗住佢，令到啲酸性水氣散唔到，咁勃綠素入面嗰粒卡曼離子就會俾人偷走，變成脫窿微綠素。呢個化學反應一發生，你碟菜就會由綠變黃，再由黃變黑，救都冇得救。呢個就係科學，唔係你手藝唔好。
菜梗菜脯唔啱 K 嘅時間差。第二，通菜又叫空心菜，顧名思義，佢條梗係中空嘅，而且蓬圍比較粗。相反，啲菜脯薄到透光，好似紙咁薄。你諗下，將一把厚薄不一嘅嘢擺埋一齊加熱，梗係薄嗰啲快熟啦。如果你成把掟落鑊，菜梗仲未熟透嘅時候，菜脯已經過熟，過熟就會爛，爛就會出水，出水就會令溫度下降。然後就係惡性循環，直至佢變成爛布碎咁。蝦醬嘅火爆脾氣，最後講到蝦醬。蝦醬係乜嘢？係用細蝦發酵而成嘅濃縮調味料，佢入面有大量嘅蛋白質同氨基酸。蛋白質呢樣嘢，一遇到極高溫就會即刻焦化，好似你煎啱塊扒咁，會變苦。你將一撈蝦醬就咁掟落滾油度，佢嘅蛋白質瞬間被高溫鎖死同燒焦，嗰陣苦味同焦味就會出晒嚟。原本嘅鮮味就煙消雲散。明白呢三個原理，我哋就知道要點樣對症下藥。知道原因之後，我哋再睇下平時煮餸嘅時候，我哋有邊啲不自覺嘅動作，其實就係自殺式襲擊自己碟餸。錯夢一，你對把菜刀太信任好多街坊貪方便，將洗好嘅通菜就咁放喺砧板上面，用把鐵刀幾刀切斷就算。呢個動作其實已經埋下咗變黑嘅伏線。首先，鐵刀嘅金屬離子會加速氧化反應，令到切口變黑。第二，你切完之後，如果就咁將啲仲滴緊水嘅菜擺埋一邊，等陣一落鑊，啲水令到油溫就降，炒菜即刻變咗芽菜，唔出黑水就奇啦。記住，鐵刀切菜，切口會加速氧化，同埋一定要將啲水飛到乾乾淨淨先落得鑊。錯夢二，蝦醬就咁掟落鑊，仲要同菜一齊炒，呢個係最常見嘅錯誤。你洗乾淨個鑊，燒紅啲油，然後啪一聲挖一盤蝦醬掟落去，再跟手嘩啦一聲將成盤菜倒晒落去。你以為可以一次過搞掂，但其實蝦醬根本未融化，佢會變成一泥黑色嘅硬塊，黐喺啲菜脯上面。有啲菜鹹到苦，有啲菜完全冇味，仲要因為蝦醬燒焦咗，成碟菜帶住一股腍。你話啦，咁樣點會好食？錯夢三，怕佢唔熟，攞個蓋焗住佢。呢個真係炒青菜嘅第一大忌。我知道好多人都驚啲菜梗硬，所以見佢炒到咁上下，就會順手攞起個鑊蓋冚住佢，諗住焗一焗，等佢快啲爛。我同你講，你咁做等於親手殺死你碟菜。你冚埋個蓋，蔬菜入面揮發出嚟嘅有機酸完全散唔走，佢哋會凝結成水珠滴翻落啲菜度。呢啲酸性水珠就係白綠素嘅天敵。唔使30秒，你碟本來仲有少少綠嘅菜就會沙一聲變黑，神仙都救唔返。避開呢三個陷阱，你已經成功咗一半。跟住落嚟就係美玉嘅表演時間。好啦，理論講完，地雷拆完，而家正式埋位實戰。跟住美玉呢5個步驟，保證你炒出嚟嘅蝦醬通菜靚過大排檔。第一步，手撕鬼子，不對，係手撕通菜。梗牙分離。首先，你買返嚟嘅通菜要點樣處理呢？千祈唔好用刀切。點解？因為把刀一切就會將佢嘅統圍切斷，而且切口會好齊整，容易氧化變黑。正確做法係用你對手，你攞起一條通菜，由頭開始向下搣，你輕輕一屈，佢好順暢咁斷開嘅，嗰段就係亂嘅，留返鑊。如果你屈極都屈唔斷，或者要好大力先搣得開嘅，嗰段就係老嘅，直接掉咗佢，唔好同佢鬥氣食壞牙㗎。用手搣仲有個好處，就係可以順住佢嘅裙圍嚟紋理，破壞冇咁大。搣好之後，大約5至6公分一段，跟住做一個決定成敗嘅動作，就係將菜梗同菜脯分開擺。記住，菜梗放一個碟，菜脯放另一個碟。呢個就係對抗熟到時間差嘅秘密武器。你分開咗佢哋，就可以分開落鑊。確保好兩樣嘢都喺最完美嘅狀態下出鍋。第二步，同水分講拜拜，極致甩水大法，將分好嘅通菜放入一個大漏勺入面，跟住用你嘅力氣，好似要幫佢哋做離心運動咁，用力咁飛水。如果你屋企有沙律脫水器就更加好，冇嘅話就用廚房紙輕輕將表面嘅水珠印乾。呢步好重要，你記住一個口訣：蔬菜越乾，鑊氣越強。如果啲菜脯上面掛滿水珠，你一落鑊，啲水就會令到油溫急速下降。本來你隻鑊有200度，啲水一落去，即刻降到得返100度，炒菜變成芽菜，你芽菜梗係出水啦。所以一定要確保好佢哋係乾爽嘅。
第三步，調製神仙水，蝦醬走糖解鎖汁，趁住啲菜喺度甩水，我哋快啲整好個靈魂醬汁，攞個細碗，挖一滿湯匙嘅優質廣東蝦醬。如果你買唔到蝦醬，用胭脂醬或者馬拉散都得，跟住加入1湯匙嘅岑興花雕酒。如果你冇花雕，用米酒都得。酒精呢樣嘢係溶解腥味氣同埋釋放香味嘅天然溶劑，佢可以將蝦醬入面嗰股刺鼻嘅味道帶走，同時將入面嘅香味逼出嚟。然後加入半茶匙嘅白糖，呢個糖唔係要你食甜，而係要用嚟中和蝦醬嘅死鹹，起到提鮮同回甘嘅作用。而且糖仲可以防止蝦醬喺加熱嗰陣咁容易生底，呢個就叫做黃金保護。最後加入1湯匙嘅清水，用隻匙羹將佢哋貼底攪拌均亂，直到變成順滑嘅醬汁。你睇下，簡單幾樣嘢就已經將瀨蝦醬持服得貼貼服服。第4步，溫柔嘅推香術，唔係爆係推，準備好晒所有嘢，可以開火啦。將你隻鐵鑊燒到好熱，然後落大約1湯匙半嘅食用油。如果你有豬油，加少少豬油落去，包保香到不得了。冇豬油就普通花生油都 OK。落咗油之後轉做中小火，先落啲蒜末、紅蔥頭碎同埋少少紅椒絲落去爆香。跟住最關鍵嘅一步嚟啦，將你頭先調好嗰碗蝦醬汁慢慢倒入鑊中。呢個時候唔係要大火爆，而係要維持中小火，慢慢咁將佢推開。你會聽到吱吱聲，見到啲醬汁由原本嘅深灰色慢慢變成紅褐色，表面仲泛起一層細密嘅油泡。你聞下，原本嗰陣刺鼻嘅腥味已經隨住酒精揮發晒，取而代之嘅係一股濃郁醇厚嘅鹹鮮海味。呢個過程大約10秒就夠，唔使太耐。總之聞到香味就即刻。第5步，猛火快炒，先緊後回20秒出鍋鼻。醬汁推好之後，將個火開到最大。呢一刻你係廚師，唔好猶豫，先將碟入面嘅菜梗全部倒晒入鑊，保持最大火，快速咁兜炒8至10秒。你會見到菜梗表面迅速咁黐上一層油光，開始變得半透明。呢個時候佢已經有5成熟，仲吸收晒蝦醬嘅香氣。跟住即刻將菜脯一口氣倒晒落去，繼續保持最大火，快速兜炒。呢個時候成個廚房都會係鑊氣嘅香味。炒大約10秒，見到啲菜脯開始塌軟，顏色變成翠綠油亮，即刻沿住個滾湯嘅鑊邊狂入半勺米酒。你會聽到炸一聲，一陣白煙升起。呢個就係大排檔嘅靈魂，鑊氣。由菜鮑落鑊到而家，全程唔使20秒。見菜鮑一轉色，即刻熄火，嗱嗱聲上碟。記住呢句口訣，全程開蓋，絕不冚蓋。你將炒好嘅通菜，呀一聲上咗隻白瓷碟度。你睇下，成碟菜係咪綠油油，好似啱啱喺田度摘出嚟咁。每一條菜梗同菜表都均勻咁黐住一層薄薄地琥珀色嘅蝦醬，油亮光澤。啲紅椒絲同蒜粒點填喺中間，靚到好似一幅畫。最緊要嘅係，你睇下個碟底係咪乾乾淨淨，一滴多餘嘅黑水都冇，淨係得少少油光亮晶晶咁。呢個就係成功嘅標誌。你攞起對筷子，夾起1/4菜梗放入口，聽下呢個聲，咔嚓咔嚓，菜梗爽脆多汁，一啲都唔會硬到咬唔喐。再食啖菜表，佢唔會爛到一啪啪，而係保持住嫩滑嘅口感，入味十足足。而個蝦醬呢，完全冇嗰種令人厭惡嘅死鹹同腥臭味，得返發酵海鮮特有嘅濃郁鮮香同回甘，夾雜住淡淡嘅蒜香同酒香，真係好有鑊氣。你拎起個飯碗，用個匙羹舀一羹碟底嘅醬汁，撈埋啲白飯，哇，真係人間極品。連平時唔中意食菜嘅老公同細路，都會忍唔住食多2碗飯。美玉成日覺得煮餸同做人其實係同一回事，就好似我哋今日煮嘅通菜，佢仲有個名叫空心菜，正正因為佢個心係空嘅，佢先至可以咁包容，將最濃烈、最有個性嘅蝦醬滋味完全吸納入去，成就咗呢一道最唔平凡嘅家常味。你諗下，如果佢個心係實嘅，係封閉嘅，又點可能裝得落咁多滋味呢？做人又何果唔係一樣？保持一顆虛懷若谷嘅心，唔好咁自滿，願意去聆聽，願意去學習，願意去包容身邊嘅人，同事，你嘅生活自然都會好似呢碟通菜咁，雖然簡簡單單，但係味道豐富，充滿色彩。今日你學識咗美玉呢套梗豆分離加蝦醬走糖化嘅方法，你以後就唔使淨係識炒蝦醬通菜啦。
你用呢個原理去炒腐乳通菜，去炒蒜蓉通菜，甚至炒其他綠白菜，只要跟住先落梗後落藥，大火快炒，絕不冚蓋嘅原則，包保你次次都炒到青綠爽脆，就算擺喺度半個鐘都唔會變黑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又到尾聲。如果你覺得美玉嘅方法幫到你，解決咗你廚房嘅小難題，記得唔好慳你個讚，喺下面幫我點個讚，俾個鼓勵我。仲有啊，記得撳埋個訂閱掣同打開旁邊個小粒燈，咁美玉下次有新嘅煮食秘笈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，唔使驚走寶。最後，美玉好想問下大家，你哋屋企平時食通菜最中意點樣整㗎？係中意好似今日咁食濃鑊鑊氣嘅蝦醬炒，定係中意微辣甘香嘅椒絲腐乳炒，定係簡簡單單嘅蒜蓉炒呢？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美玉知，等我都偷下師。我哋下一期三餐有難題，我嚟幫你解。再見，拜拜。